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Joyce。今日同大家參觀嘅單位咧喺馬鞍山新港城4期，一個最方便的期數，一間有雅致裝修、東南靚向、兩房上車單位。事不宜遲，出發睇睇呢個靚裝修單位先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嘅單位咧就馬鞍山新港城4期，一間向東南有靚裝修嘅單位。新港城4期咧係一個最方便嘅期數。正喺地鐵站一出，商場上蓋，最受歡迎嘅期數嚟嘅。大家見到呢個單位啦，裝修都 keep 得非常之新淨，同埋啲用色咧非常之雅致啊！門口右手邊其實已經有一組多用途櫃啦。咁而家見到有2張餐台凳，咁然後呢個位置中間呢個窗側邊咧，其實可以放一組大梳化。咁對面咧，嗱，大家見到而家有個地櫃加個電視啦。因為業主都花咗心思，將浴室嘅門口咧褪到最盡近牆邊，咁就將中間呢幅牆咧相對上就加闊咗，所以用嘅空間咧多咗個牆身用啦。咁另外佢個浴室咧，而家都係 keep 得好好，做咗企缸啦。咁另外2間睡房，同樣都非常之舒服。嗱，呢一間第一間房啦，放咗雙人床，其實靠牆身呢個位置咧，可以放到一組到頂嘅大衣櫃空間，非常之好用。咁另外第2間睡房睇埋先，嗱，相對上呢間睡房咧已經有一組到頂嘅大衣櫃啦。咁同樣都係可以做到一個雙人床，因為呢個床身咧就有少少晾上咗，利用咗窗台位嘅。咁望出去嘅景觀咧就係望翻去東南向山。大家睇咗呢個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歡迎隨時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全港9一手、2手任何樓盤心水推介，歡迎隨時 WhatsApp 我，俾翻最新市況資訊，大家比較參考翻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share 俾揾緊樓嘅朋友仔比較參考翻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隨時聯絡我喎，拜拜。